解放的地方啊。这个地方是我个人资产啊，个人的私人住宅。私人住宅不允许任何公权力的侵犯啊，这个是普世价值，也是我们汉历以来的普世价值哦，我们的存在的一个那个政治的理念啊。今天这个合法的建物里头，在我的私人权利里头，在我的私人住宅里头，我做的任何表述，我升我的热爱的国旗，这是我的权利啊，任何人不得干预啊。如果说认定这边是违法，那你尽管来拆，我直接宣明啊，不问职务，不问是谁，凡下令和或执行侵犯二水基地的人，统一之后，一定全面究责，严惩不贷，赶着就来。我完全记录，我跟你讲，动到这边的2根旗帜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谁拆我，我就拆他的骨头，啊，谁拆我，我就让他未来付出代价，啊，这个事先我在这边声明啊，我这边简明的宣明，这个一个字一个字啊，一个字不多，一个字不少，就是这么宣示的啊。